只因偷喝了小麦果汁被母老虎发现，结果就被吓得呕吐不止，随后便不省人事的死去。可心存怨恨的男人瞬间释放出大量黑雾，说啥都要带走其他2个狐朋狗友。其实3人之所以会这样的凄惨，完全因为他们共同乘坐过的航班。当时飞机着陆的一刹那，所有乘客都蒙圈了，大量警车将机场团团围住，早已恭候多时。中情局的领导大黑一脸严肃地告知他们，现在是2023年7月14号，也就是说飞机已经飞行了5年，没有联系过地面。由于长期的失踪，他们的身份也早已被注销，并且在事情没查清楚前，谁也不准离开这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乘客们都浮现出一脑门子的问号。老瓜子是不是疯疯的？同样，警方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于是从里到外的对飞机进行严密的排查，并对乘客逐一进行做笔录。可最终得到的答案都是旅途很愉快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调查无果后，警方只好暂时准许他们和家人团聚。可有的因为时光飞逝，岁月流转，他们彻底失去了亲人；还有的耐不住寂寞，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。要说最惨的就是这个小男孩，上机前明明还是哥哥的身份，可现在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弟弟。这对孪生兄妹以后又该如何相处？但对于他们来说，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自从回归后，翠花的耳边总是能听见一些莫名的忠告，而她并不确定这个声音是善还是恶。很明显，面对司机的疑问，他也是一脸蒙圈。但很快，翠花与曾经的同事闲逛时，再次听到那奇怪的声音。对方命令翠花放了他们。虽然他不知道到底要救谁，但因为有前车之鉴，翠花马上根据声音的提示，来到有2条狗看守的铁皮房附近，随后拿起铁棍疯狂敲击着门锁。金属碰撞的声音引来了房主和翠花的同事。但令人没想到的是，铁门里居然非法拘禁着2名女童。挺大岁数的老头竟能干出诱拐儿童的变态事。事后，翠花也摇身一变成了大英雄，可他自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深知一定不止他一人能听见声音的召唤。果真在当天晚上，所有遇难的乘客都听到了召唤，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赶到机场望向828号航班，可没有一个人知道赶来这里的目的。正在众人疑惑之际，828号航班竟然无故的爆炸了，这下事情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